修营好啊。对啊，好啦。修营。咱讲竹石收来强更多咧。竹石收来强精明。这是因为那个天意嘛。讲这。世音菩萨显化，救火在中显化。观世音菩萨。观世音菩萨嘛，救火在中。对啊。哦。就当菩萨在台湾这个，而家不空，谁不行？用心度尽方尽菩提。哦。那历史的人哦。用力些啊！这皮膜带好，对吧？膜些啊。皮膜啊，皮膜带好。这拢从得经历个这个。77年以前的呢？哦，对，77年。其实你可能。77年以前的对。77年几块啊你啊？系啊，伊迄种小的只。9月7日。9公元，公元。1988就是民国77年对了。76年宣布要合法要出国。77年3月，正式合法化。77年正式合法。迄座底啊，规座拢底啊。哦，规座。咱感觉是做人过咱。哦，有对啊。二书山的。中山较早捌啦。对啊，顶悬迄一大底啊，伫迄边啊，有几界啊。对。哎，做疗效啦。哦，这观世音菩萨很像哦。系啊，这像啊，这梦遐迄大梦足大个。系啊，这伊都民国77年。为顶悬这梦法顶啊。9月15日这个很好的现象。观世音菩萨的活动很好，很好，活动你得去。所以这本尊。右边那个是还没有显化的时候的佛龛前的状况，左边是显化后。显化后的照片。民国37年是。民国37年8月15日，师尊大日逝世周年嘅纪念。都将靠蒙合呢。而家即買裝嚟杭州呢？當時買裝嚟杭州。四川對空哦。我講，我係去買裝嚟杭州，我係啊。哦，已經期嘅，即係去頭先嘅先。即係講話去杭州離開時出嘅。去修緣先行業啊，杭州連時出嘅。話嘅臨時，以後從那邊送出來賣嘅。你係開工點嘅？你做係上拜拜係開工點嘅嘛？嗰個係開店啊，嗰個係開店。精兵水流。花甲在上妙含哦哈，诸观音，哇，这清新发心啊！莲花在杜比这是救苦哈。用那个给他搞，再进来另外到放送到。天茂村的华佛师尊树流量，华佛师尊树流量没有？那个，真有神经的，咱这个先不闹树流量。哎呀，不过他的离家好汉迄无共款呢。无共啊，这是毛高，这个是2岁啊。是跟他说。我听啥子？我手听啥？哦，那老哦。当然会的。哦，那个。伊有咱家人的名音啊。哦，那样。村来，大村。嗯。哎呦，
心通魂有。从明修这地平人修到这修仙这个地国平平来完结了。来我属孙啊，属榴莲的。有名的因的哦。春来。若无诶，知影讲迄北边来春来的。单间林，哎呦，春来能力就是单间林的。那是春来呢，是春末的春来。春天的春。那当然是春末咯，春，即係初春、中春啊，月春。春来啦，春来花卉。春末嚟是我那季時陣啊，季時陣啊，即係春天嘅月，春天嘅月就是嗰長啊，啊，回去，我係去我只之前那個攏，前那個攏3點到5去車過，這後尾帶去這個咱做這種點短，對啊，蓋一阿邊媽會嚟學下去嘛。我今日我喺廣南，喺度花會，都要同我哋講，一根上讓攝影，那照片。過來從那攏啊未見過啦。真康好，那就是日本人嘅。日本人一棍打水，來個參與東征跟康啊，這日本人嘅作風啊。提高新陳代謝，多元化。啊，這個懂。頭腦更新健康。這真地，我講迄陣我叫打出嚟就是安尼。啊，來得生兩年。你介紹後面物件將來開始生兩年來再去兩年是數上萬生。應該去了之後，那你要去，我要去到我地方的時候，到年紀啊，要落去啊，到很熟悉。你應該依那些少年那個落去啦，少年嚟嘅，有名啦，包括你大已經3點。哦。已經攏叫少年有哪樣啦，少啦。對少年啊。3點，你比較少年啊。少年你要我當。啊，對對，我你要少年啊，你要那個。要加迄個嘅啦，這個有大專名哦，有高專名。伊這個啊，因為你過年出來看咩好幾個行費啦。哦，我可能真係這個對，他無要那辦，少年那這個辦的。大家攏有經驗哦，開出來就發單，我也不知道。你攏有這派點經驗的哦。是攏袂當去創啊！做好幾多？是迄個中啊！那我後講到個那話嘛。那2點半7點就開始7點啦。